家好，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：烧钱毋捌输，烧输毋捌赢。意思是讲，甲人烧输毋捌赢过，烧钱颠倒毋捌输过。这是因为大家爱面子的关系，拄着意见无同又搁提起的时阵，就无想要认输，互相无爱相让。可比讲，较早电子产品也无遐利便的时阵，要赛车甲某物所在，驾驶甲搭客都会互相争论，要挖倒一条路会较顺路。若阵驾驶要按家己的意思来跑，无细字跑一个毋对方向去，车顶的搭客就会踮遐犟家讲，哪会毋听伊的啦？安尼，所摆讲意见若有冲突的时阵，大家火气就毋通伤过热，看看参详就好啊哦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